而家嚟到咗邁阿密，就係喺屯門碼頭嘅其中一個樓盤。咁咧就遇到廚房啦。我哋入去廚房裏面睇一睇，廚房嘅空間非常之大。咁啊，望到外面嘅係一個樓景嘅設計。咁呢一個咧係一座低層 G 單位。咁咧就面積有398尺，有2間房，一個廁所。而呢一個咧，而家正正咧，我哋就喺廳度望出個景觀，我哋望到一個開揚嘅設計。如果係398尺嚟講咧，做到2間房咧，其實個面積咧十分之好用，同埋呢一度都比較寬敞。廁所做一個企缸嘅設計，廚房廁所都要有窗啦。另一邊呢，我哋見到呢一個呢，就係其中一間嘅房間，佢做咗2邊窗，兩邊都有窗嘅。咁呢個地方呢，完全冇嘢遮擋，你會見到對面嘅樓景非常之遠嘅。另一邊嘅房呢，就細少少，都係做到2邊窗。亦都係冇嘢遮擋，而呢一邊嘅窗咧，同頭先嗰張嗰個大房嘅窗咧，其實係基本上係同向嘅，望到嘅景觀都係差唔多。咁因為有窗台嘅設計啊，所以就會嘥咗一啲嘅地方。總括嚟講，呢個廳非常之四正啦、四方啦，所以擺位嘅時候非常之好擺。